成果，加速重點項目同埋企業進入產業園發展，推進中醫藥產品同埋文化喺國際推廣同埋貿易，加大力度培育文化創意產業，推出社區文創專項資助計劃，培育特色金融產業，爭取境外具實力嘅融資租賃公司落戶澳門。明年政府將繼續鼓勵中小企創新發展，加強支持澳門製造品牌，推動澳門特色老店品牌重塑輔助計劃，協助老店提升市場競爭力同埋品牌價值，亦會優化各項財政同埋行政支援措施，簡化發牌等行政手續，堅持保障本地僱員優先就業，持續跟進勞動關係法7項優先修訂法案，包括產假、男士有薪侍產假、跌價同埋補假等，制定非全職勞動關係法同埋最低工資，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出台嘅契機，發揮澳門獨特優勢，為澳門居民創造更廣闊嘅